Hello，又係我啊！今日我想總結一下發生過嘅嘢。咁今日係2025年11月13號，今日係澳門格蘭披戰大賽車開始嘅第一日，咁仲未係比賽嘅日子，但係我今日都收我琴日收咗個電話，話今日去第二次面試，係金沙嘅。因為我大前日就同咗個朋友去觀光塔秋季招聘會，咁我就喺入邊咧就 in 咗兩份工，一份咧就係金沙裡面嘅電話推銷員，咁今日咧我就係 in 呢份電話推銷員嘅 second in。咁佢係11點鐘之前咧就要去嘅，本身預約咗。我咧就提前咗10分鐘到，但係都要等2個鐘先到我。而且到我之後啦，就同咗個部門主管啦，就傾。咁部門主管咧就覺得，我係有比較多嘅零售相關嘅經驗，但係對於呢個電話推銷嚟講咧，我隱隱約約就佢覺得我唔係好合適啦。一嚟零售啦係有 walk-in 客嘅，二嚟啦電話推銷員呢份工作咧係要透過電話，而且咧每打過去嘅電話咧都係大客，都係有晒個人資料嘅。只不過佢哋係比較耐嘅時間咧，就係冇嚟澳門娛樂啦。咁就係透過電話推銷員嘅工作職責，咁就去打電話通知佢哋話有送房之類啦，就氹佢哋落嚟澳門住啦。咁就希望佢哋喺金沙旗下嘅各個賭場嗰度賭錢。咁我講呢件事咧，我想表達一個觀點咯，就係可以多啲去面試嘅。我覺得面試咧係睇下你喺工作嘅期間有冇進步，特別係喺工作性質上邊，你有冇真係總結過你自己做嘅工作？因為其實我覺得面試係唔需要準備嘅，特別係自我介紹。只要你定期去做一個總結，譬如係做咗1個星期就做一次總結，咁你會睇到自己嘅即係你會知道自己嘅特性同埋你工作入邊主要嘅負責嘅內容。同埋你多啲總結嘅話咧，譬如今日工作上有啲咩嘢特別嘅事情，咁你總結咗，你會更加深刻。日後譬如真係喺工作面試嗰陣時，都可以好快咁提取到相關嘅記憶。而且今日我都學咗一樣嘢啦，就係部門主管啦。咁佢覺得我唔係好適合，但係咧我又喺嗰度等咗好耐時間，咁佢都好有禮貌嘅，咁就同我講話唔好意思浪費咗你時間。但係個前嗰句咧，佢就講咗一句，令到我好似真係有少少希望。佢講咗啲咩咧？佢話其實咧，我哋都想揾好似你咁樣嘅人去幫我哋做電話推銷嘅，但係可惜冇呢個位。如果我 keep 起呢份先，我 keep 起你呢張 CV，如果有位嘅話，我會通知你。其實呢個係門面話咯。當其時我真係信以為真。
跟住之後咧，我揸車返屋企嘅途中咧，我就喺度諗，有呢咁好嘅職位，點解佢唔留畀公司內部嘅人？即係因為佢要晉升咗一級先會有佣金啊嘛。咁下邊辛辛苦苦可能做咗幾年嘅同事，咁啱好上邊有個人走咗，咁點解佢唔去畀現有嘅同事？佢會竟然收埋份，即係藏埋我份 CV，會之後有位會傳埋畀我。你係咪傻嘅？我同佢又唔係識嘅，只係見過大概10分鐘左右時間。其實呢個就係客套話咯。咁我都學咗佢呢個講話方式，即係覺得呢個唔適合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嗰啲説話去畀人哋開心咯，開心下咯。但係我覺得呢啲係唔夠真誠咯，可能就係講啲客套説話，係都算係善意嘅謊言。咁起碼我今日去面試，除咗知道自己要提升個人能力啊，工作上邊嘅個人能力啊，同埋多啲總結之外啦，仲要去多啲去儲一啲話語，儲多啲唔同嘅唔同場合可以用到嘅話語咯。咁日後咯，我會更加針對喺口頭表達上邊嘅進步，因為我覺得越做到公司比較高嘅職位啦，咁表達能力同埋溝通技巧呢個都係重要嘅工作能力之一咯。咁合我就係仲差呢一個能力，有待改進咯。所以之後我每日做呢個嘅口播錄影啦，其實都係幫助我幫助我梳理返我嘅思緒啦。咁譬如我諗到啲咩講啲咩，都係有助於我日後更好嘅表達。因為我知道而家未夠好，咁我會多啲去練習，多啲去練習，多啲去思考，多啲去睇書，睇人哋點樣表達個人觀點嘅。我覺得自己就係缺咗表達個人觀點。對一件事嘅時候，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呢？我可以參考下人哋係用邊個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我可以睇多啲人哋唔同嘅文章啊，或者視頻啊，去分析佢哋思考嘅角度。因為你要有一個良好嘅輸入，先會有一個優質嘅輸出。呢啲我只要而家有意識，仲未遲嘅。好，希望我之後表達嘅時候咧，一個視頻就表達一個觀點。多謝。